我哋有請我哋導演 Tracy，仲有我哋演員 Elise 同埋阿桃，仲有其實今晚咧係我哋女孩不平凡 crossover 電競女孩嘅特別場嚟嘅。咁我哋亦都請埋我哋今次嘅靈魂人物 Jacqueline 嘅一班電競女孩同埋電競女孩嘅導演，仲有我哋美術 Dorothy。太開心啦！首先好多謝大家今日入場嚟睇啦，我係女孩不平凡嘅導演 Tracy， 我哋咪介紹下自己先好啦。Hello， 大家好，我係Elise 劉以琳，我係女孩不平凡入邊嘅學姐阿飛。大家好，我係女孩不平凡裏邊台灣嗰段做阿取嘅，我叫鄧圖，大家好。然後下面呢一排咧就係電競女孩嘅女，大家睇咗未咧？我仲喺度，我係女孩不平凡嘅監製Jacqueline， 而同時都係電競女孩嘅監製 Jacqueline。Hello， 大家好，我係 Sabrina 張曼莎，我哋亂入咗呢個女孩不平凡嘅場啊！我哋專登安排。咁希望我見到有啲人睇完電競女孩再睇女孩不平凡，咁我都希望你哋有啲人睇完女孩不平凡都可以入場支持電競女孩啦。Hello， 大家好，我都係電競女孩嗰邊嘅 Angela。我覺得好開心，因為今年有好多女孩 related 嘅電影上映啦。我覺得 Girls Power 係好重要啦。我覺得應該要有更加多電影係可以更加正確地表達女仔嘅世界，同埋更加細緻咁樣去描述我哋嘅心情。咁所以好開心可以成為電影女孩嘅代表，多謝大家嘅支持。Hello， 大家好，我係電競女孩嘅導演，我係 Veronica。咁好開心今日有一個借票嘅聯成啦。咁相信其實呢一個機會係唔係經常都有嘅，但係我好希望即係香港電影可以互相支持。今日就其中一個夢就完成咗啦。Hello， 我係 Dorothy 劉君東，我係電競女孩嘅美術同埋服裝指導。咁首先我想問 Tracy 導演啦，聽講咧其實我哋由籌備嘅時候咧已經同電競女孩有結下咗一啲係因為我哋其實24年嘅9月份嘅時候拍嘅，咁喺籌備嘅時候就成日都會去Jacqueline 嘅 office 啦，跟住我都已經成日見到導演啦。即係佢由嗰陣時，其實應該唔係由嗰陣時開始，一陣間可以請導演分享啦。佢係由再之前開始就一直默默做，跟住頭先其實我哋啱啱我同 Elise， 其實阿圖都睇咗嘅，我同 Elise 啱啱睇咗上一場嘅電競女孩啦，跟住見到嗰啲特效 CG 其實係好感動，即係一個團隊啦，即係一直努力咗咁耐咁樣。係啊，所以其實當其時就喺 office 嗰度咧就認識咗 Tracy 啊，然後我又好想睇到女孩不平凡啦。咁其實嗰陣時睇到女孩不平凡，我覺得好觸動嘅，因為我本身都係一個 lesbian 啦。咁我係覺得哇，我都想拍呢啲啊咁樣。咁今日好開心佢都嚟咗睇我電競女孩啦。咁確實嗰陣時係即係差唔多我做咗4年嘅後期。咁佢就喺中間，我啱啱開始做 CG 嘅時候咧，咁就開始成日見到佢。咁我哋就係一個好細嘅 CG 團隊啦。咁我又係第一次做 CG 啦。咁如果你冇睇電競女孩咧，我好希望你哋可以入去睇下我哋呢一個4年嘅一啲精品。多謝。咁啱啱有提到啦，咁今次聯合借票嘅靈魂人物其實係我哋監製 Jacqueline 啦。咁當初其實你籌備呢兩套電影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咩挑戰咧？點解會想同兩位新導演合作？我澄清先啦，Tracy 都唔係真導演嚟嘅，咁所以其實但係佢嘅第一部作品都係我有份一齊參與嘅，咁好高興啦。咁另外Basato 嘅第一部作品就係電競女孩啦，咁亦都係首部劇情啦。我哋大家有一個共同點就係攞住，即係今次嘅電競女孩同埋女孩不平凡都係一個唔係講緊市場好好嘅一個預算去做嘅一套電影咯，即係嘅意思就係我哋比較低成本去做嘅。咁而中間遇到嘅問題都係一啲錢解決唔到，但係我哋用時間或者用人嘅資源去解決嘅問題咯。即係包括咗可能
女孩不平凡，我哋有3地嘅製作啦，咁我哋好好嘅團隊，我哋有台灣有澳門，咁我哋盡量將嗰啲資源濃縮都係拍咗17組嘅。19組，對唔住，係多2組嘅，因為多少少錢。咁而電競女孩咧係拍咗17組嘅500萬，咁因為少啲錢咁咯。咁但係大家後期有啲唔同啦，類型有啲唔同，咁所以做嘅時間都有啲唔同。但係我除咗錢呢個資源之外，但係人嘅資源係好重要咯。嘅意思就係成個團隊，包括咗電競女孩同埋女孩不平凡台前幕後啦，大家都用咗好多心血去做呢件事，先至會成功咯。因為如果你齋計嘅錢，係一定做唔到。咁跟場啦，就係我哋聯合謝票場啦，咁都好特別，因為啱啱兩邊嘅主創團隊咧都喺出邊簽咗一啲簽名花啊，送俾觀眾們啦。咁如果你哋同我哋分享睇完《女孩不平凡》嘅感想啦，同埋你哋將來會唔會睇《電競女孩》啦？咁我哋咧就會送一張花友俾大家嘅。所以唔使好遠嘅，聽日都係啦。如果有的話可以舉手，有冇觀眾想率先同我哋分享？哇！想問一問關於呢個女孩不平凡嘅角色同埋你本身個角色嘅原型咧，其實喺拍攝當中咧，有冇啲機會可能俾啲演員可以接觸到個原型角色啊，或者甚至係一啲相片啊，又或者一啲口述嘅經驗，令你啲演員更加去揣摩到個角色咁樣咧？好喎，不如等監製又答下先。咁我可以答啊，因為我哋知道嗰個難處喺邊度嘅。咁因為咧，其實咁嘅，女孩不平凡入邊嘅角色原型咧，係參考咗一個原型人物，就導演自己啦。咁但係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咧，都係我哋cast 咗唔同演員之後一齊綜合而成嘅。咁所以咧，個劇本入邊咧係有好多唔同包括咗編劇啦、小華啦，咁同埋演員自己嘅 contribution 擠咗入去。咁佢唔係一個特定嘅人物嚟嘅，咁但係係一個故事入邊我哋結構出嚟嘅角色。非常好，就論監製嘅重要性。好，多謝你。我改一改個問題啊，即係我想幫大家諗一個電競女孩點解要睇電競女孩嘅原因先，跟住再問我哋問題。Thank you。其實我2套都睇晒，多謝。答得好。係啊，因為都好精彩啊，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入去支持電競女孩。同埋我想問下咧，喺片頭嗰陣時咧，話子欣話人要成長係可能要經歷過失戀嘅，咁其實嗰個失戀嗰條線係咪安排拉學者先？係咪學者令佢失戀？其實講嗰個失戀，因為佢其實係一個倒敍啦。嗰個失戀，我諗當然包括阿飛，即係佢嘅即係阿欣佢被失戀啦。咁但係其實佢長大咗之後又令人失戀喎，咁所以佢就2樣都做晒啦。其實唔止㗎，喺我之前咧，仲有阿軒啊，佢令阿軒失戀。多謝你，我要為佢主持。好，因為時間關係，我哋最後一個分享同問題，哇，好快嘅呢啲 ，thank you。其實我之前係冇諗過去睇電競女孩，因為我就係分住女孩不平凡，因為我之前喺小紅書嗰度就係、佢哋睇完之後分享話一定要嚟睇，因為其實我之前都係中意睇大陸嗰邊嘅百合片，就從來冇睇過香港或者係其他即係港澳呢邊嘅，但係睇完之後我覺得呢邊即係更加有啲情節係讓我更加去嗰個去感受，即係同感。我覺得即係特別係學者嗰部分，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件事肯定係真，因為我完全係我自己嘅諗法，即係完全 get 到。我睇2次啦，今日係我睇第2次。多謝你。我決定睇，即係真係我睇完第1次我就話我一定要睇第2次，再去研究一下。係電競女孩，我點解一定要睇？因為我最近好中意打機。電競女孩都有小百合。OK， 咁一定要睇，一定要睇。係，可以睇多幾次大百合。都肯定有小
小百合。 OK， 然後你可以喺小紅書，即係除咗我哋之外，你小紅書都宣傳下電競女肯定會，孩，肯定一定會，一定會係仲有尋找電競女孩的小百合，嗰個係好喎呢個。不過仲有冇時間？我就因為我問題一個問題 ，OK 好可唔可以以後會有線上可以睇？因為其實我有大陸係啊，可唔可以上線咧？會嘅，不過冇咁近。 OK 冇問題，因為我朋友非常想睇，但係佢喺大陸，即係可能冇時間過嚟咁樣咯。係OK 好啦。其實仲有一個，因為其實我而家讀緊即係大學，然之後其實我讀嘅專業同我想做嘅，即係譬如話攝影啊、導演啊呢種比較傳媒嘅嘢，就係唔拉能，但係我自己好想去做。想問下，即係如果係你哋有咩，即係做呢樣嘢係點？即係點解有決心去做，變成做成功做出嚟？我非常想知道，即係缺欠。我覺得呢個問題咧，電競係個導演可以答你。OK， 非常感謝。我唔係本科讀導演嘅，我亦都唔係讀電影嘅，我本身係讀設計嘅。咁但係咧，我好細個8歲嘅時候咧，我就已經立志要拍電影㗎啦。咁但係因為屋企嘅掣肘，如果你有睇《電競女孩》咧，其實我阿媽睇到好感動嘅，因為佢就係有打壓過我嘅夢想㗎啦，冇風上網係啦。咁然後佢好想我行一啲正軌嘅，某程度上你讀書要叻，或者你一定要去做一啲得體嘅工作啦咁。咁我成日形容我人生叫打橫行嘅，即係我係一路由讀緊傳統嘅中學一路咁樣打橫做助理，做咗助理之後又去攝一攝，又去做編劇，之後攝一攝又話可唔可以報首部劇情啊咁樣，攝下就攝到嚟做咗導演。咁就如果想做拍電影嘅，我覺得只要你夠想，你就會揾到嗰條路攝到埋去咯。係啊，呢個係我嘅經驗。中意就堅持，然後我哋就會一齊都不平凡。加油！好，因為我哋時間有限啦，咁難得我哋電競女孩不平凡嚟，就不如我哋俾大家拎住個牌俾大家影張相先好冇啊？